港的老闆們，為什麼最近華強北每家商鋪都在出售平板電腦？我相信已經購買華強北平板電腦的老闆們，肯定知道這其中的樂趣。現在我來給還沒有購買華強北熱門平板電腦的老闆們解密一下，為什麼需要購買一套華強北最火平板電腦？結束了一整天的忙碌，是否想在夜幕降臨時於家中開啟一場沉浸式的娛樂之旅？花幾百塊錢就可以拿下華強北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平板電腦，搭配 Sansui 專業 K 歌設備的黃金套餐，正為你打造足不出戶的多元娛樂空間。無論是追更熱門劇集、暢享家庭 KTV， 還是沉浸於高品質影音世界，這套組合都能讓你的夜晚生活煥發別樣光彩。這款平板電腦搭載 4G 高速處理器、10.1英寸 2.5K 高清護眼屏，如同將巨幕影院搬進客廳。無論是港劇裏的霓虹夜色，還是海外劇集的震撼場景，都能以細膩畫質呈現。內置的杜比全景聲揚聲器，讓你在觀看懸疑劇時感受腳步聲從耳畔掠過的沉浸式體驗。追更綜藝時仿佛置身錄製現場，而 Sansui 歌設備更堪稱家庭娛樂中心。專業級動圈麥克風搭配智能混響處理器，能自動美化聲線。無論是演繹張國榮的經典金曲，還是挑戰陳奕迅的高難度 Live， 都能讓你的爽音在混響加持下宛如 CD 音質。搭配平板內置的海量正版曲庫，瞬間將客廳變身為專屬 KTV 包廂。套餐特別設計的一鍵互聯功能，讓平板與 K 歌設備通過藍牙 5.3 秒速連接，無需複雜調試即可開啟娛樂模式。考慮到香港家居空間特點，設備採用輕量化設計，麥克風握持舒適，音頻接收器僅掌心大小，收納便捷不佔空間。現在入手套餐，讓你隨時暢享熱門內容。當別人還在為夜晚娛樂發愁時，你的客廳已成為兼具影院、質感與 K 歌狂歡的全能娛樂場。這份專屬於你的居家協議正等待你來開啟。歡迎各位老闆到華強北賽格經濟大廈1樓 B15 來體驗我們的家庭娛樂中心。如果從 YouTube 過來的老闆，還可以贈送禮品一份，機會難得，期待你的光臨。